还可以再往下去吗？再往下，稻草人吗？好啊。我们好像哦，对。我们今天的表演其实，所以第一点是稻草人，对不对？其实今天的表演叫做稻草人，在那个节目单上面亦可以叫稻草人，也可以叫关洛音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没事。关洛音那是什么？然后我们下一首新歌。我还没拿到的吗？是，好。超酷的。超次元的好不好？旅行团对不对？超次元。稻草人嫁入，快点每日一句，每日一句，稻草人嫁入家庭如稻草人，再也离不开田，一只脚是走不开的。好。